晨光漫過青巒疊翠嘅校道，流水輕柔，小黃車載住青春嘅少羽輕掠而過。呢度係廣州華商職業學院，一所承載夢想嘅學府，讓知識同業望在此生根發芽。綠竹成蔭嘅小竹園裏，師生圍坐，探討嘅唔單止係書本嘅智慧，更係人生嘅哲學。圖書館嘅玻璃幕牆折射晨光，每一扇窗後都係追夢者嘅剪影。行政樓前嘅花園寧靜如詩，嚴謹治學嘅基礎中蘊藏住人民關懷嘅溫度。林蔭校道上，學子懷抱理想，步履堅定，每一步都踏向青春嘅樂章。多媒體教室裏光影流轉，老師們以數據為引，案例為媒，傳道授業。數碼財經實訓室內，多樣稅種申報嘅實戰操作，銀行、證券市場嘅模擬場景中，數字與策略碰撞出金融新星嘅鋒芒。AI 編程空間裏，虛擬同現實交織，代碼如詩行般編織出智慧時代嘅序章。智卡大師演繹住科技與生活嘅交響，實訓室裏嘅機械臂如舞者般精準律動。喺智能製造與汽車技術學院，不斷開啟住技術與人性嘅完美對話。走進醫學技術學院，學子們喺眼視光操作室嘅精密儀器前，專注雕琢光明嘅細節。中藥房裏，學生研習古老嘅炮製工藝，傳承住中華文化嘅瑰寶。還原真實醫療場景嘅模擬手術室與病房，就能夠讓護理技能喺實境中不斷得到淬煉。通識與教育學院裏，鋼琴聲悅耳動聽，舞蹈新姿輕盈舒展，幼兒護理嘅溫情喺仿真嬰兒嘅懷抱中傳遞。包裝技術與設計學院畫室，色彩與線條勾勒出創意嘅輪廓。而酒店管理與廚藝學院嘅烹飪課堂，煙火氣以創意烹出職業嘅醇香。真實嘅工作場景亦都讓學生提前適應職場嘅挑戰。步入桃花島，創意好似藤蔓般喺光影間攀生，流量與商業智慧在此碰撞出無限火花。一場直播，一方熒幕，將品牌商品、地域文化同全球商機無縫連結。走進江門校區，充滿文化棲居詩意嘅各個書院，共享廚房嘅灶台邊，五湖四海嘅風味在翻炒中交融，一殼一鏟皆是家嘅溫度。電影室嘅銀幕前，光影與思緒共鳴，鸚歌舞嘅隨聲裏，傳統與青春共振。蜜香浸潤嘅書法室，北風起落間勾勒山河氣韻。武術室嘅拳風掠過，汗水與吶喊錘煉出強者嘅脊梁。創客空間內，思維如星火冰箭，專案藍圖在討論中穩步前進。宿舍內，電梯載住笑與溫馨，空調、洗衣機獨立衛浴，細節中流淌住生活嘅溫度。吉他嘅和弦見證住同窗友誼嘅綿長。華科廣場與江門校區嘅美食街，匯集眾多品牌餐飲，舌尖上嘅全球風味，讓每一餐都成為幸福嘅注腳。快遞站嘅機器人穿梭如織，智慧校園嘅便捷觸手可及。博學樓旁嘅小廣場，社團快閃嘅舞蹈點燃活力無限嘅激情。創意市集嘅手作裏藏住才華綻放嘅匠心。綠茵場上，足球劃破天際，
汗水與歡呼聲交織成熱血嘅交響。當芒果 TV 音樂節嘅音浪震動夜空，3萬人嘅夢想在此共振。喺華跡，每一刻都係青春嘅詩行，每一針都係活力嘅定格。從廣州到江門，雙校區如同展開嘅翅膀，以啟智與潤心為舟，在學子遨遊職教瀚海。今日我哋以夢為馬，明日你我將以華跡之光照亮時代嘅征途。